呢個喺出門前精心打扮，每條頭髮都要梳到極致完美嘅就係威仔啦。佢有幾威？我哋一齊嚟睇下啦。喺球場上面，佢帶領住球隊橫掃對手，拎總冠軍，係個 MVP 球員。喺 party，佢更加係一個全程載歌載舞、最識享受生活嘅社交天花板。佢就係一分一秒都唔會浪費，公認嘅時間管理大師，不折不扣嘅人生勝利組。不過，再完美嘅行程表都總會有被打破嘅一日。威仔有一日突然之間覺得個胃好唔舒服，突發嘅胃痛令到佢驚惶失措。經過醫生嘅診斷之後，醫生建議佢進行腸胃鏡檢查。威仔揀咗喺公立醫院排期輪候，佢望住手機上面遙不可及嘅排期而感到絕望。果然漫長嘅等待係好折磨人㗎。威仔越望就越驚，心諗唔通呢一世真係就咁就玩完？根據香港防癌會2023年嘅數據顯示，每年嘅癌病新症持續上升。唔好以為癌症係老人家先要擔心嘅問題，其中唔少嘅患者只係得18歲。如果生命可以從頭嚟過，威仔會點樣成為真正嘅時間管理大師，去掌控自己嘅健康人生呢？當威仔知道需要進行腸胃鏡檢查之後，佢透過網上揾到杏林內視鏡及日間中心，用轉介信預約咗腸胃鏡檢查。透過網上、電話或者 WhatsApp 直接預約，時間彈性，由專業嘅醫療團隊1對1詳細問診，進行腸胃鏡檢查同埋化驗，最快1個星期之內已經搞掂啦。瞓醒一覺，檢查已經輕鬆搞掂，過程完全冇痛。邊個話做腸胃鏡檢查一定要排期排到天荒地老㗎？其實做檢查都一樣可以快靚正。面對疾病，無論有咩唔舒服，最緊要都係早啲知，早啲醫，及早為自己嘅身體做最全面嘅檢查，先可以真正掌握自己嘅命運。你都想成為人生勝利組？快啲打嚟杏林內視鏡及日間手術中心，一齊做健康嘅大贏家啦！如果有政府轉介信，仲有優惠添。